再来看台中市五车区五南路有一间资源回收厂，昨下晡火烧，烧到暗时10点外才受到控制哦。今仔早起，消防人员嘛，搁伫现场的处理，惊讲火会搁烧起来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会以空污法甲水污法来处罚业者，相当哦是当罚800万。经过8月22几日的灌救，台中五车这个回收场已经无明显的火势。不过附近的居民想起火灾迄当时，毋但有完真惊吓，火灾造成的空污嘛，互人无法度忍受。管理放进去啊，伊拢会漏尘啊，拢漏尘来安尼啊。台中五车五南路这个资源回收场，伫下晡2点左右传出火焰，火势大甲二手线直冲高烟。消防人员动员14个分队，超过100名警察移去到现场，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把火势控制掉。因为现场的温度犹原真高，消防人员唔敢大意，二三继续灌水甲降温。塑胶粒，还有那个保特瓶这些可燃物，然后燃烧之后温度会相当的高，货柜物因它比较长，所以比较那个水线比较难攻击到里面的火点。这场火会冲高烟，毋但有歹片的塑胶味，伫远远几若公里外，就会当看到乌烟。台中市环保局也高中监测，初步研判这场火会已经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、甲水污染，拍算依法开罚。一般的环境里面我们背景应该在10微克到20微克之间目前来确实昨天的到现在应该都是偏高的。台中市环保局表示，针对业者囤物件、管理不当、低速回收产生一粒一粒的污染物甲排味，会以违反空污法相当罚500万。另外，消防废水无处理好，造成污染，会以违反水污法相当罚300万。若这届起火原因是啥物？消防局表示，还阁爱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